來看這間南投縣政府的綜合大樓，這是921大地動了後臨時起的。縣政府即馬是打算要開22億來起新的大樓，也毋過這間臨時的大樓呢，其實才用25棟爾，還未達到使用的年限，在地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。透過鏡頭會當看到大樓已經無人辦公，四界攏是壁岩。這是南投縣府綜合大樓，中車自921大地動了後，趕緊起起來的臨時辦公大樓，自2001年5月完工使用。雖然才過25棟，不過問題了了。921地動的時陣起的臨時建築，起了真趕緊，即擺這個情形有漏水，空間的迄個使用無好，有一大部分的空間攏無法度得到迄個採光通風的迄個空間。南投縣府綜合大樓因為是臨時起的，所以辦公的空間無啥夠，足儕公共設施嘛需要改善。尾啊，縣政府主體大樓完工，大多數的縣府單位搬到主體大樓上班了後，只一只剩社勞局、計劃處，閣有部分的科室咧使用，甚至4樓規樓攏無咧使用，咧囤物件。單位少，人閣少，縣府希望會當甲伊拆掉，開22億要重啟。因為只起好25棟來辦公的民眾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。重啟當然對老百姓來講來辦代志嘛是較舒適。起無偌久的物件，佮重啟，我看一般百姓有另外一種的看法啦。以後也是文資館啊，現在使用率也不高。縣府綜合大樓起好到今仔，只25棟，算是半中古厝。縣府表示，因為這棟大樓還未達到公有建築物使用的年限。要甲拆除程序有較複雜，要先報請縣議會同意，嘛要函請審計部、南投審計所來同意，才會當拆掉起新的。目前還在行流程。記者顏修南投報道。